讲恁部家少爷专门欺负良家妇女。小等下，安怎？你想通我是？我表兄，你千万唔通有威胁啦！你绝对免错这个后查某啦！老小姐，是你真错。啊，毋过我提醒你，以后我若是甲无人成亲，你上好是离他远的。你竟然太心了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真正互你气，互你气死！不要紧张，爹，来呀，不要呀，不要，爹，不要，来呀！苍天，阮部家三代拢是行善报善，谁人我的老爷会受到这款的恶报？敢讲善有善报，这句话有偏差性。我老是诚心祈求，不管你是何方的神明，若是会当保庇我老爷身体全无，我一定更加发心报信。阿壮哥，什么代志？外面柯公主在找你呢。柯公主，是啊，伊讲有件重要代志哦，要甲你参详啦。是啊，我出来看卖者。是倒一位柯公主？啊，都管老爷的后生啊。你来找老家，是什么代志？公主啊，老总管已经到。恁来，恁来，恁来。来，先坐，先坐。你来。我相信你应该无袂记你讲今仔日连本带利啊嫌我吼。我知啦，是讲啊，即摆着暂时袂拄好，无方便啦。是讲我款难几个，啥款？我对你客气哦，是因为你是长辈，我尊重你。但是啊，你唔通点靠亲骨。敢讲我靠北通的囡仔，你也想要甲我吞的，甲我徛落去哦。他也毋是唔知啦。阮只有一句吼，我气甲咧破皮在床啦，我根本就无法度伸脚出手。我唔管啦，哼，哪只啊？我看你上好即时还我500两银，啊，若无即件代志，我禀报阮阿爹。我相信啦，你日后嘛无可能有法度自由自在出入这个官员啦。千万唔通，兄弟啦，你千万唔通安做，唔通安尼做哦。我是袂得拄好啦，我劝咱者，啊，你若肯答应我吼，三马条件出你讲出来，我一定无第二句话啦。这是你讲的吼？当然咯，只要你莫甲我拖死哦，三马条件出你讲出来，我一定答应你。你今仔答应我一件条件，嘿，我500两银无该讨无大银，煞咧，我阁会较侪银两下你。真是嘞，真是嘞，我八通当时捌讲过白贼话啊。要哪什么条件吼？条件真简单，真简单，只要上小心啊，叫我。
上好唔好去带伊个刺激，无食。拢是我唔好，才会阿爹安尼。好啊啦，你都知影唔对，以后莫搁犯错就好啊。好无好哩，小等一下，派一个人来我遐摕药啊，吼，让我过世。哎，等来我送你水。好哩啦。老爷，哥弟哦，老爷，好哩。阿爹，想袂到，咱报家代代好生老死，今仔日竟然会惹出这种代志。阿爹我错啊！我知我唔对，你甲我拍，你甲我骂，拢是我唔好。好啦，无然啦，代志都唔对去了，你若等解决自身就好啊。万春楼迄种所在哦，你不应该去。我知啊，以后我会记的，我听爹的话，因为我袂去过迄个所在。阿爹会当听你安讲，啊，我是真欢喜啊。对啦，好啦，这是金库的锁匙，你来互我保管。老爷，你何必安尼讲呢？医生讲你的病真紧就好起来，你何必？好啦，我家己身体我家己知影，吼，我保管。老爷，你较清楚，我都救性命，咱保家也无做什么亏心事，一定会保庇你病紧好起来。嗨啊啦，代志满，嗨啊啦！什么代志啊？这大声啊！哎呦，前几工有下查甫，又搁来安尼，这摆搁挂包仔来哦，讲要带伫咱部家，歹走啊啦！啊，这阵人咧，都伫大厅啊。我来看卖。阿哥，唔免啦，你踮咧照顾高中就好，我来甲我走吼。哎，你是你哦，无然呢？我甲你讲，阮某来表遐伊无时间，而且伊也无想要见你。恁两个吼，最好就马上离开遮。离开？我坦白甲你讲，今仔日无然若是无出面，互我一个交代，我就要踮遮住落来。哎，我从来都毋捌看过像你遐尼苗见小的查某过呢。你才袂见笑呢。你若是真正小翁哦，就紧去找一个翁嫁嫁啦，莫一日到暗踮遮，甲我无然高高甜啊！你讲啥物？安怎？我敢讲毋对啊？你若搁再黑白讲，你就毋通怪我对你无客气吼。我偏偏要讲，你嫁袂出去，你就无人爱啦，安怎啦？你要安怎？你不要你不要见小你。好了。我甲你讲，你毋通叫是恁有两个人，我就会惊你。你哪知影？我老小青也毋是安尼好欺负的啦。小青哥，你讲我恁哪会对咧？我今日带阮小妹来遮，是要成就一段好姻缘，毋是要来遮冤家相拍。我已经甲恁讲啊足清楚的，阮无落去表遐，根本就无介意恁小妹。恁紧走啦，恁紧离开遮啦。离开遮？哼！这件代志关系到阮小妹名声甲性命，我哪会用咧讲走就走？假使今日报家的人也是无好我一个交代，阮是绝对袂离开的。什么人毋知恁乌龟多大呀？人伊讲，第一门好，第二祖公。恁四娘也无拄，才知家己轻重哦。你阿兄，毋免甲伊讲遐多，你即马就来报官，我都无相信，伊报家的人是食东食铁。好，既然甲大家要拆破面啊，那安尼就毋通怪我。慢车。无人表遐。无咧，既然你敢出面，就表示你还阁有良心。好，互你家己讲，你对阮小妹有啥物交代？我无然毋是一个敢做毋敢当的人，只是阮阿爹为了这件代志，伤心过度，打击真大，即马染白在床。我感觉我做的真重，无心情通好讲分手的代志。你讲这话，
根本都是替家己咧辩解嘛。你若是无爱我，你是安怎要对我安尼咧？但是嘛，我已经失去我的清白啊！你竟然阁讲出这款无情的话，那要我全世界讲有啥物路用啊？好啦，不如我即摆死在你的面头前啦！你莫咧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。无咧，你还是爱我吼。无咧，我对你无啥物要求啦，你就要互我住伫遮，我一定好好做一个好媳妇，以后你阿爹干娘。你莫甲我紧张了。你是耍话，你是耍话啦！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不要见笑哎！我还你了。小姐，无咧，你先免赶紧去了。阮小妹的代志，要袂我一个交代。布丁，少爷，你去换了一间房间，我红红姑娘住落来。这少爷，这。你莫烦恼，阮阿爹甲阮阿娘遐，我自然家己会向因请罪，才会烦恼去做。是。啊啦，啊来创啊！啊，适当适使就当解决代志哦。无能表现。但是到这个地步啊，人讲查某囡仔人是韭菜命啦。啊，我问你，敢讲你顶下嫁迄木莲是无？怎么讲我咧嫁伊？我敢是无爱嫁伊咧。我是想我自细汉个当一个大汉，我是不忍心看着伊娶迄个后查某啊。啊，迄嘛是伊的命啊，对无？人讲日头请赢赢，随人过性命啊！伊甲伊单要娶个查某吼，我甲你讲，你为着你将来的幸福，你家己嘛小拍算一个啊！我无爱嫁啦，搁再讲，安尼啊，我细汉的时阵伊就过身去啊。我今年老的，你家一个人去食心。安尼，哎哟，讲这讲咧，我足感动的呢，遮有效啊！啊，照你意思就讲，若有人肯娶你，搁说讲也要饲我这个老的，啊，你就肯嫁啊？我讲过，我不爱嫁，我不爱嫁啦，不爱嫁就是不爱嫁啦。好啊，好啊，莫讲迄款激气的话啦。来啦，有一个人吼送一贵重的物件要互你，你看介意无？看卖咧。遮尔贵重的物件，这是啥个？啥人哦？哎呦，你捌伊啦？伊是鼎鼎大名当今啊关老爷的公主柯碧通啦。是伊哦。啊，你摕倒来还伊。而且你搁甲讲，就算全世界查甫拢无爱我，我也袂嫁伊啦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啊，好，啊，你不好路啊，啊，甲我嘅我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你。大你也毋是唔知啊，这两囡仔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总是有感情啊。所以讲你交代这个代志，我咧看吼，要是吼，后一个时机，等一段时间再搁讲啊。迄是袂用的啦，你想安尼是无毋对，我甲你想法都无共款。俗话会当咧缩前缩短，缩前缩短。你意思是？真简单嘛只要设法将木莲啊主动伫小青的面头前消失，那安尼呢？日后小青对木莲袂死心也无办法。这恐惊的吼。恐惊安怎？姐啊，放心啦，凭我靠八通啊，做啥物代志拢真爽势，我自有安排。讲较歹听，以后对你嘛是有好处呢。这我知啦，非得一切我拢听你的就是啦。真好。是讲，我知啦，姐啊，你有啥物困难，我比你较了解，手头较暗吼。歹势。我早就甲你准备好啊。你啊，哎呦，这，多谢，好，你做人确实和爽，多谢。别啦，我过世。孙家，
我来送。算行吼。行，少爷，有啥烦恼啊？健康过啦。既然甲你老一大个，以后你都要好好对待啦。毋是今日不好，代志才会弄甲变甲安尼。若果有阿爹知影，一定。我看吼，酒先抹骗恁阿爹，等伊的病情若是较好的时阵，才向伊请罪。只是这件代志，小青有较委屈啦。安尼啊，请你莫阁提起小青啊！我知影我对不起伊，伊对我的情分，我只好后世人才阁来报答。小青，无咧，你唔通袂记你即摆的身份。你是咧讲啥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是一个读书人，应该知影这个道理才对。红红啊，遐搭无莲甲小青自细汉斗阵到大汉的，小我较亲近淡薄，哪有啥物要紧啦？话免哪会当安尼讲呢？男欢女爱，互因两个人即摆遐尔接近，谁知影伊将来袂发生啥物代志？你，我再讲，我以后就是无莲的家后，我当然有权利管伊啊。你唔通伤过分哦！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安排你住伫阮厝的啊，你是阁想要安怎？安怎？当然是较早拜堂完婚啊！你假是讲将我关伫个房间内底，就算讲互我一个交代是？你，无咧，你后悔啊是？就算讲你后悔啊吼，你嘛都爱娶我啦！无咧。我的主强。青山绿水年年在，青春花谢不再开。人生唯有百年日，不觉情史空气来。我叫做有缘啊，今日你我相逢便是有缘啊。有缘，你拄则迄首诗，好亲像是为我念的吼。你若听有便是有缘，你若听无啊，就是缘袂到。生死的代志离我遮尔远，我即摆为情所，感情两字，就亲像万斤的石头，底我永远无开。师傅，你毋知用个教我要安怎解决我？感情哦，这我都无法度，这都要看你的缘分。不过善缘恶缘，你家己爱分得清楚。师傅，这个师傅真是一个奇怪的人，讲什么善缘恶缘，到底是啥物？我连一句都听无。明明你是我啊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啊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叫咱分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深情
一个理由安慰我去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，幸福过日。